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2月6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什么热点话题呢？就是街道人员协同身穿警察制服的人员，半夜把商户的锁切了，撬门进去开灯，就因为要照顾过年期间游客的体验，商户必须配合接到口头通知的24小时内开灯的要求。也就是你这个商店要24小时开灯，不配合就和公安一起撬锁撬门，强制执行根据深圳广电第一现场的报道如此荒诞的一幕就发生在山西大同古城内的一条街道上。这个山西又上大风了。这个大同我记得去年因为一碗面卖两种价格，已经吵得沸沸扬扬，游客卖的贵当地的人吃的便宜。大家还记得这事吗？不管什么原因总之让古城大同上了热搜。这一回大同又上热搜了，当地街道要求从除夕到正月15，商户屋内外所有灯光24小时必须亮着，也就是不管你是否是在营业，你还是说关门休息，你店里的灯必须亮着，也不管有没有游客。问题是这么个影响商户经营和利益的要求只有口头通知，没有任何正式的纸质指令。这个类似于窗口指导，这是穿着制服的人到你那儿去，或者给你打电话邀请你这么干，但是没有公文，没有政府的任何书面的东西。部分商户觉得不合理，晚上关灯以后半夜11点多就接到了电话，威胁不开灯，公安就来撬开，强行进去把你店里的灯打开。有店主拒绝以后，店门被砸开，灯被打开还换了新锁，导致店铺无法正常营业。就是人家走的时候把你锁都换了，免得你进去把灯关了。大家看视频这不是通知你今天晚上要开着灯吗？你不开一会儿，我们公安就过来给你切开，我们就给你开了，好吧？你给我发个信息说你同意，没经过我的同意和允许，然后就私自把我们的那个门给砸开了，然后进去他要开灯了嘛，他们就给我上了锁了，不让营业。我们就是为了这个给游客最好的体验感，就是等于是我们每天晚上就是你的店内店外就让它亮起来。我们的这个商户配合率基本达到97%。这在哪儿呢？到哪儿来？过去这儿了。有人就看见这儿都看。这是这儿。对，人家那边有灯。这不都是飞管？不能飞管，这不是飞管，我飞管开的，飞管开的。OK， 好了，好了，我这个好了。通过这个商户提供的录音，大家也能听到里面有对话，说不是通知你今晚上要开灯吗？你不开，一会儿我们公安就过来给你陪你切开。从这个视频里面你可以看到有穿着警察制服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警察，也有可能辅警，但是是疑似这制服一看像，参与了撬门，对吧？这一些人门撬开之后进去，全程举着那个摄像设备，你给人感觉好像他还是挺正当的，因为我全程有摄像，我可没干坏事好像手机能为这粗暴行为找到正当性合理性。面对质疑物业管理工作人员回应说是为了给游客最佳体验，让店内店外亮堂起来，还说商户配合率基本达到97%。这个97%不奇怪我记得萨达姆是99%的支持率卡扎菲支持率也不低这么说的话，97%还是低了一点，对吧？要是99.99%才对。所谓的97%的这么高的配合率，有多少是出心甘情愿而非恐惧对吧？这种靠威胁
强制得来的配合，根本不能说明政策合理性。现在咱们是法治社会，强调依法治国啊，行政部门行使权力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规范程序啊。这些人啊，无视这些依法治国啊，既侵害商户的合法权益，又破坏地方形象。再说啊，那2名疑似警察的人啊，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警务人员，他这个切锁撬门的个人行为啊，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指派？大家都知道啊，这警察的职责是守护群众啊安宁，维护秩序，维护治安的。切锁撬门不是不行，那是遇到重大突发情况，涉及到这个人民群众的安全，涉及到紧急避险，对吧？这个时候警察部门他有权利啊，根据什么相关法律啊，他可以强行先把门给你拆掉啊，这叫紧急避险。也就是说，公安啊，他在破案的时候啊，他即便是追这个犯罪嫌疑人，他都不能干这事。只有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到威胁的时候，那你说我这没营业，我放假了，我这店里灯没开，我这关着灯，你跑进来把我灯打开，这叫什么紧急避险？实际上这个行为啊，给商户带来极大的困扰和损失。你看这个事情真的给山西大同啊再一次增光啊，再一次展脸，让这个大同的形象啊名声再一次远扬海内外。我们经常说啊，这初衷是好的，大同啊，他为了让游客看到一个亮丽的古城，要求这个临街的商户啊，你把所有的灯都要打开，营造一个盛世，营造一个不夜城繁华的形象。只有你商户，对吧？你的委屈一点，都是为你好。游客来了，你不就业务就来了吗？你的生意不就好了吗？但是啊，这种做法不仅粗暴，而且啊，违背了这个市场经济的这个规律啊。我们就不说这个电费由谁来出了，我明明已经停业了，我还开着灯，那电费算谁的？是物业补贴还是国家补贴？第二个，我店里没有人，如果灯开着的起了火出了事，谁负责？大家都知道啊，如果我们下班，对吧，要把电要关掉，对吧？容易出危险的这个电源还要切断，这个都是常识啊。那很多商户啊，他那个线路也不一定特别规范，有的线路老化，有的杂物间，对吧，堆满了这些杂物，在无人值守的情况下，你把它电打开，这就是安全隐患，出了事谁负责？实际上啊，作为地方政府，作为物业，作为街道，它可以提倡啊，商户啊，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保持啊店内开着灯明亮，这叫可以提倡这个营造节日气氛。但这仅仅是提倡，责任还是店主，对吧？你愿意开就开，你要不开就算了，你要开的话你还得负责任，你要注意安全。政府可以提倡，甚至政府可以补贴，对吧？你要开灯，我一天给你补贴20块，你责任都是你的。但是啊，店主有不开灯的权利，物业，对吧？这些强力部门无视个人权利啊，擅自撬锁入室，这个是严重的违法，这不是违规啊，实际上这是违法。谁给他的权利啊？他在执行什么任务啊？实际上这就是滥用职权，赤裸裸的啊，明晃晃的侵犯商户合法权益。店里的灯是亮了，但是啊，群众的心啊那就更暗了，商户的心啊怎么可能亮得起来呢？这叫为所欲为啊！再回头说说地方政府啊，你说如果这些临街的店铺都没人，人家都停业了，为什么要人开灯，对吧？你应该反思啊，为什么经济这么萧条？按理来说啊，正月15之前都是旅游的旺季，按道理商户都应该自觉的、主动的，对吧？在那延长营业时间，因为谁不愿意赚钱呢？开店不就是想赚钱吗？按理来说，轮不着政府要求他什么，你把24小时开灯，店主啊会自愿的、自发的，他就开灯营业，因为他赚钱呢。为什么还要政府提倡的或者强迫的开灯？这里面已经说明经济有问题。然后你要求他开灯，无非不就是营造一个虚假的繁荣吗？所以这个就折射出地方政府啊这种扭曲的政绩观呢。本来是黑灯瞎火的，没有人气，非要营造出一种虚假的繁荣。你游客搁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呢，店都关着门了，虽然亮着的，有什么用呢？所以说这个也说明地方政府就是造假已经习惯了，就对他来说，造假那叫家常便饭，不造假那就不正常。所有的繁荣都要营造出来。这个让我也想起了啊，那个隋炀帝吧，丝绸果树啊，是吧？他为了彰显啊他统治下的这个隋朝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成就，然后他就让这个外族啊，这些其他的部落，对吧？或者其他的国家周边的啊来开眼界。你看他的做法和大同这个地方政府的做法一模一样啊，无非是大同地方政府是为了取悦游客，那个隋炀帝啊他是取悦于友邦。
要求啊这些首都的这些商户啊，这外国人来了住店不用给钱，吃饭不用给钱，买衣服不用给钱，大街上啊所有的树用丝绸给它裹上，这个就和要求大街上所有的店铺都要24小时亮灯不是一个意思吗？你看啊，你这么一看的话，好像这社会没有进步啊，还在原地转圈啊。我记得我上一次在那个上海少爷跟韩国游客炫车啊，我做了个节目，说的就是这些啊，结果被 B 站啊给枪毙了，放不了。你不让人说，是不是这事就没了呢？你看看，这不又来了吗？这个比那上海少爷炫车那更恶劣啊！上海少爷炫车好歹只是富家子弟，对吧？炫耀，虽然那个钱来的不一定干净，很危险，那个车怎么来的也不知道，但是他只是炫耀啊，他本质上他这个炫耀的这个车的行为啊，他没有妨碍别人，没有犯法。你这个破门而入，你这是犯法呀，这是滥用权力啊！这个就说明地方政府啊，这个扭曲的政绩观，长期的这种造假，导致不造假就不会玩，对吧？他不从根本上找原因，这怎么样让商户更加积极的为游客服务？怎么样让商户自愿的延长营业时间，对吧？怎么样让商户自愿的24小时亮灯？不能强迫他。再说了，这个24小时亮灯有必要吗？咱们现在提倡节能环保，对吧？你过了夜里12点或者1点，整个大街上只有一些路灯呢，或者一些小的餐馆还有灯光，这个也是一种意境呢，不一定非要搞这个什么大唐不夜城呢，这种特别恶俗，实际上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那非要营造不夜城，这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叫思维定式。这些政府官员呢，恐怕也没听说过什么叫光污染，对吧？你到了夜里1点，你到处亮着灯啊，本身这是一种污染，不仅是浪费能源呢，不节能又不环保，所以各地都在搞不夜城，一窝蜂一哄而上，也不知道这个风啊是怎么刮起来的。那个大唐不夜城搞到现在赚钱了吗？这是典型的要面子，对吧？牛马的死活，不管是商户死活，很多地方政府啊，在街道两边，在公园里面，对吧？在这个树上缠上灯啊，然后建筑外面各种宏伟的那个射灯，形成一个光带，光怪陆离，这个都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呢。这些不花钱吗？这个钱花了谁同意的？这就是为什么啊，咱们 GDP 已经第2啊，这个增速啊5%，那也是在全世界排前1、2的啊。不要咱们老说喊这个经济不好，但是 GDP 5%，那这全球那都是傲视群雄啊。为什么韭菜反而觉得越来越累，越来越卷，压力越来越大？牛马分明感觉自己是，对吧？加班也加多了，工作压力更大了，但是收入还下降了，为什么呢？就是你放在大头那个钱呢，被人浪费掉了。这种光污染，这种不夜城就是浪费之一，这就是为了面子好看。那我们牛马，我们韭菜都得老老实实买单，你不买也不行，因为直接用的就是你大头的钱，不需要经过你同意。为什么夹头维维老师那么热衷于，对吧？走集体啊，把钱放在大头那儿，这样他方便他花呀，他花可以不经过你同意啊。大家看看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这种现象？必要的路灯是应该的啊，对吧？你为了夜间行人呢，或者开车骑车，但是你说那些景观灯，对吧？那些河道里面树上缠的那些灯，从水底下射出来的灯光，有必要吗？这个钱花的不心疼吗？给谁看呢？又是清场是遥遥领先，主要是想吓一下韩国啊、日本、美国这些乡巴佬，他们都没见过世面，让他来看又大吃一惊呐，又震惊。这个我们有面子，至于你饿不饿肚子不重要，对吧？至于你有没有工作，至于你什么按揭贷款还不起，压力大不大不重要，对吧？我们要区分开啊，必要的照明和景观灯。景观灯是为了面子，照明是实用。咱们一直说啊，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你看看这个大同的这个有关部门，这不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吗？我们老说改革开放有什么诀窍，改革开放诀窍很多啊，但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放开。什么叫放开？放开就是不管，给你画一个框框，在这个框框之内你随便折腾，不管你，没人管你，老百姓的积极性就被调动发挥起来了，生产力就解放了，经济就活跃了。记住了啊，只要一管，无论是往好的方向管还是往坏的方向管，最终都会管死，都是束缚。只要一管就是计划，计划就是回老路。那这个东西不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证明。所以你看政府也提啊，放管服啊，就是放开，对吧？还有什么服务，应该这么说吧，实际上叫放权，还权于民，让老百姓自己做主。你这1亩3分地，你想种啥你自己种去，你只要不种毒品。今天把这个地给你整成鱼塘，明天也把鱼塘给你填上，说让你种树，后天把这树也拔掉，让你改成水田，再过2年水田又改成鱼塘，就这么来回折腾，你老百姓能好得了吗？对吧？一会儿山坡上造田，一会儿把山坡上要种树，都是折腾，对吧？一会儿计划生育，过了10年20年来个鼓励你生3胎，不生要罚款，这不都是折腾出来的事吗？就是管。你看你养着这一帮人，还管人家开灯，
那这些人工资谁发呢？还得我们发，这不就是一种内耗吗？我们的财富就这么消耗掉了。97%的商户配合，有多少人是出于无奈？有多少人是出于恐惧？没有办法，只能配合。我记得有一阵子啊，大家都在讨论叫免于恐惧，就是说这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啊，不在乎这物质财富的多少，这物质啊，这东西是一方面之一，对吧？你说物质没有，你饿肚子那也不行。衡量幸福的标准呢是免于恐惧。有很多人把好日子和幸福啊混淆等同，有很多正能量小粉小红，当然了也有很多啊退休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会教育你，你看现在日子多好啊，有的吃有的喝，这个说的没错啊，现在日子确实是最好的，就是咱们纵向比较这几千年来，对吧？这样的日子屈指可数啊。你即便横向比较啊，那咱们比世界上很多国家也要好，就是说这个日子啊，就是物质好过印度，好过非洲。但是你说幸福吗？这个要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就是免于恐惧。我们担忧食品安全，我们担忧空气质量，我们害怕养老院，我们害怕进医院，为什么？都是怕。我们现在的小孩从幼儿园到高中都要人接人送，绝大部分啊也有不用接送的，很少。为什么呢？怕什么呢？不知道。我们还有软肋捏在别人手上，小商小贩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对吧？他还要被人强行开灯呢。为什么他要配合呢？因为他有软肋，人人都得配合，因为恐惧。所以说啊，日子是好了，但是恐惧多了，那这个也谈不上幸福，对吧？随时可以剥夺你的一切，哪来的幸福呢？如果理解不了这一点，你再看一看，有多少人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渠道、各种路径润到别的地方去，根本原因是什么？就为什么那么多人有条件好的啊，有条件不好的，都想方设法的润到别的地方去，核心就是恐惧，是恐惧在支配他，对吧？他要离开，这是一种本能啊，他害怕的就要离开，这叫惹不起躲得起，对吧？这个地方官员敲锁破门，强行开灯，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没有什么他不能干的，想干就干，至于你恐惧那是你的事。就这么情况下，你说经济怎么可能搞得好？就谁敢在这跟你玩？所以说啊，应该学马斯克，要大量的裁员的，整部门的裁。以前夹头老师啊，还是靠嘴炮恐吓你，你看现在这些穿着制服的人撬锁破门，那是来直接的，这叫直接上手。所以说你看，关了一个夹头，本来觉得好一点，结果你看放出来这么个事情，这个也印证了胡一进老师那个下鸟论呢。这就是营商环境恶化。所以说啊，这个经济啊，要想取得比较好的增长或者叫恢复，还真得学一学米莱，学一学马斯克，因为这些官员才是阻碍经济发展的这个绊脚石。这些石头不搬开啊，你搞什么计划，搞什么刺激，效果都要大打折扣啊，甚至是适得其反。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